来关心台北市的消息，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这个学者黄静莹，因为呢，一日无聊，这个网络影片冲起来了后，有真悬的人气。不过即马，煞听讲，和市政府顾问刘家仁骚扰，市长郭文摕一个知影了后，本来敢若将两人隔离，因阁无处罚，被人质疑讲是贪污，引起议员的关切。伫今日早起，郭文摕已经只是成立专案小组去调查。刘家仁认为讲，被指控安尼伤过严重，黄静莹是表示讲已经进入调查程序啊，无想要加讲。那昨天既然这个议会有要求要劳动局介入调查，那全案就是进入调查程序，所以细节方面就不便再多做回应。低头毛大大尾的目睭，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黄静莹面对媒体也是真震惊。不过，即马传出着伊遭受北市府顾问刘家仁的骚扰。刘家仁原本是任职伫台北市的联合病院，今日进入北市府，不管是外县市的参访，或者是双十节的升旗典礼，拢会当看到伊拢对伫个郭市长的边啊，看会出来是郭文德的核心幕僚。传出的骚扰事件了后，郭文德原本只是将两个人隔离，并无做出停处，被质疑是好底。我强烈抗议用性骚扰这3个字，完全是公事上形成，因为我们都希望长官交办的事情，我们能够努力达成，所以会不断的叮咛。刘家仁认为骚扰指控相过严厉，在市议员的观察，郭文德指示由副市长黄珊珊调集小组调查。那我们也会按照这个程序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相关事件的调查。有类似一样的骚扰到别人？我不知道这个，因为他以前是跟黄胜坚，他以前是当黄胜坚的助理特使，对吧？然后他是最近才来的。规站的事件已经由小组展开调查，预计1个月内就有初步的结果。